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係周輝牧師。好多人聽完小家呢，就會覺得牧師，我明啦，即係大家聚埋一齊取下暖，好溫馨啫。弟兄姊妹，如果只係為咗溫馨，佢就絕對冇辦法喺羅馬帝國嘅逼迫之下生存。今日我要同大家講下呢個家點解會咁強大，因為佢有兩個組成嘅部分，一個係簡單教會，另一個叫做網絡。佢係唔單止溫馨嘅，其實佢係一個具備強大生命力嘅戰鬥單元嚟。喺初期教會裏邊，小家唔係喺大教會屬下一個嘅附屬組別，佢本身就係一個功能完整嘅教會。佢有3個最基本嘅功能。第一，有關係。呢10幾人嘅空間裏邊，牧養係彼此嘅。有人唔開心，有難處，佢唔係等專家嚟處理，而係呢一班人喺餐桌裏邊互相幫忙。呢種先係最直接、最有溫度嘅照顧。第二，有真理。我哋以為捍衛信仰係喺講台上面嘅事，但係喺初期教會，大家其實係邊食邊傾，將聖經同埋生活撞擊。每個人都喺飯台上邊學識點樣講自己嘅信仰。佢哋唔係聽眾，而係基督嘅精兵。第三，自發擴展。因為佢哋簡單，唔使買樓，唔使買大音響，只有幾個人成熟咗，佢哋就可以去第二度開一個新嘅小家。福音其實就係喺頭300年咁樣一代一代咁樣傳出去。但大家可能會問，如果全香港都係得呢啲咁細型嘅小家，我哋會唔會變咗一盤散沙呢？呢個就係我哋講到點解我哋需要網絡，能夠將我哋黐埋嘅就係聖靈嘅教導，佢係我哋嘅共同 DNA。雖然每個小家都好獨立，但係透過使徒嘅教導，呢啲嘅 DNA 將我哋連結喺埋一齊，卒之手指連埋一齊就變咗拳頭。網絡就好似互聯網咁，就算其中一個點斷咗，其他嘅地方依然可以照樣運作，甚至乎生出新嘅連結。呢個結構好硬淨，唔需要大機構，但係可以將福音傳遍整個城市。各位，上帝唔係俾我哋一個要我哋要服侍嘅建築物，而係一個賦予我哋能力嘅運作系統。小家俾你喺真實嘅關係之中成長，網絡俾你參與緊喺一個更大嘅神國運動入邊。我哋唔係要搞一個大機構，我哋只係想恢復一個更強大嘅生命網絡。下一集我哋會講食飯同埋傾偈，點樣將呢個網絡拉得更緊。我係周輝牧師，我哋下一集見。